带去读唐诗。记所省多识为，作者吟参。连波出丹背，分数含凄迷。要随天中日，无者异乡归。别发悲花，清魂现了灰。性调无骨事，自觉干事稀。简介：诗是整理浓缩的语言，有时阵呢，短短几句，对演化真侪无共多元的意见。像这首吟参来教杜甫的情答诗，按头前2年的语言来分析，真像是伫歌功颂德，赞扬董叔宗英明睿智，所以当造就天下升平。实际敢是安尼？多多小病，多多倒病。按第3年的比别法，成了灰，甲每年的无骨事，干事稀，就小可当知影一字咯。头前2年华丽文字，内中却是蕴含浓浓的风气。因为安史乱后呢，天下满目疮痍，所有新民拢寄望董叔宗会当励精图治。来一天过一天，同款亲像前2年所描写的，迄个恶习难改，死气沉沉，毫无转机，使忧国忧民之事忧气难伸，愤慨到极点，才吐出到花落悲别发，清魂现了灰。昏庸的董叔宗，自认平定安史之乱了后，毕竟是功盖天下，处喜盛名，哪就搁再需要什么款干掉来干造呢？所以当时担任邮补缺的吟参，故意呢，将伊补缺这个缺字呢，少讲一个音缺点的缺，来造句立意。这就是司法反套法的正字词，痛定调停，位极其意，有比唔够新诗化的心态，较每年性调无骨事，自觉干事稀，用委婉又搁来沉痛的正字词来突发内心深处的愤慨。莫怪电车的杜甫卡了来回答伊讲：故人得家具，独清白头翁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